今日食意粉，用新鮮嘅番茄嚟到做醬汁，喺番茄嘅底部加一個十字，然後放喺熱水裏面，大約浸1分鐘左右就可以輕鬆咁樣去咗番茄皮㗎啦。然後就將啲番茄切粒。至於啲意大利粉，之前分享過好多次出水嘅方法，將意粉放入油鹽水煮滾咗之後熄火，直接將佢浸到軟身。不過記得喺熄火之前將佢攪鬆，如果唔係佢就會黐埋一堆㗎啦。意粉浸腍咗，記得保留返啲水啊！用少少油起鑊，煎香啲雞絲，煎香之後加少少豉油，然後出鍋備用。啲洋蔥切絲之後爆香佢，爆香之後不出部分嘅洋蔥，留返呢啲喺個鑊裏面，加入番茄，炒到出油之後加入剛剛嘅意粉水，再加多少少茄汁，然後用糖、鹽、豉油、喼汁嚟到調味，校啱味道就將雞絲回鑊。最後將意粉同埋剛剛留起咗嘅嗰份洋蔥回鑊，煮返熱啲意粉。唔食得辣嘅就咁就完成㗎啦。鍾意食辣嘅加少少呢啲辣椒仔 Tabasco，咁會更加惹味㗎。你哋都試下啦。